最近黃金市場就真係幾有睇頭喎。我想分享一下我觀察到嘅走勢變化，同埋我點樣建議我嘅群組去應對現階段嘅情形。首先，我發現咗一樣好值得關注嘅事，就係黃金喺唔同嘅交易時段入市嘅力量係好唔同嘅。我哋見到而家亞洲時段，特別係啲中午前後同埋中國夜市開市嗰下，都有唔少嘅賣盤湧咗出嚟，感覺就係亞洲地區有啲資金喺度拋售緊，而呢啲沽壓推低咗金價。但係到咗歐洲時段或者美國開市嗰一下，買盤就明顯翻過嚟啦。例如尋晚美市見到債息跌，美元又回軟，金價即刻彈翻上嚟。所以而家其實係咁樣，亞洲時段偏軟，歐美時段偏強。呢個情形其實對短炒嘅交易員嚟講係好有參考價值嘅。仲有個觀察點好值得去講嘅，就係金價同美元、債息嘅傳統相關性喺亞洲時段好似失靈咗。即使美元走弱，黃金都照跌，原因可能係有啲高位持倉嘅投資者被逼要止蝕走人，但一到美市又重新翻去正軌，金價就隨住美元、債息再度回穩。另外仲有一個信號，就係美國 COMEX 黃金期貨最近有較多嘅實體黃金嘅交收出現咗，意味住美國市場有實體黃金嘅買盤支持。所以如果你係做 day trade 交易，其實可以留意下亞洲時段低位入場，歐洲美市嘅時候就出貨，可能係一個幾好嘅短炒策略方向。但中線嚟講，我仍然係對黃金保持偏樂觀嘅睇法。不過現階段一定會有一啲風險嘅控制，因為仍然有機會出現更多強制性嘅沽壓。總括嚟講，我仍然預期黃金中線係會翻去高位嘅，但係要識得去觀察唔同時段嘅市場動態，尤其是亞洲市同歐美市嘅對比。短線部署同中線持倉嘅策略都可以分開去考慮。我會持續留意住呢一個市場嘅變化，有新嘅發展會再同大家去 update。如果你覺得內容清晰又幫到你睇市，記得俾個 like、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share 俾關心市況嘅朋友。想每日都第一時間收到中立市場嘅分析同部署嘅策略，歡迎你都一齊加入我嘅 Patreon 群組。